来关心天气哦，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台湾各地头的天气是拢真热热。气象署嘛针对台湾中南部发布柑仔色甲黄色高温的灯号，未来一礼拜哦，拢有18号还是大雨，民众出门就要记得炸雨伞。另外，气象署嘛表示讲，7月下旬哦，台湾恐惊会有风台形成。 最近台湾天气变化是真大，透早高温热翕翕，也若甲下晡阁会熊熊闪大雨。气象署提醒民众，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未来一礼拜台湾的天气拢是高温烧热，甚至阁会出现36度以上的温度。也若是下晡阁有18号，甚至是闪大雨的状况来发生。在10号到11、12号这段期间，随着高压逐渐的减弱，那所以这个降雨的范围比较偏属于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但是要注意，今天在大台北地区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现象。 而明天呢，各个山区还是比较容易会出现大雨的情况。那因为是偏西南风，所以在比较偏台东地区，这个东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在11号、12号周四周五这2天，有可能会出现焚风的状况。也若大家上关心的风台季，当时各有风台来形成。气象署是表示，目前台湾伫太平洋高压影响之下，天气较稳定，水汽嘛较少，要形成风台的状况是较困难。不过气象署嘛预测，伫咧7月中旬甲下旬这段时间，才会开始有利风台的形成。 比较偏向是7月的中下旬这段期间，南方这个海面呢，其实就慢慢的开始适合台风发展，会有些热带系统慢慢的生成下来，也慢慢进入台风比较容易发展的季节哦。那不过对于我们台湾的影响呢，还是要看后续的天气系统而定。另外，气象署嘛针对大台北地区甲中南部地区发布柑仔色甲黄色的高温灯号，为着要防范热伤害，气象署嘛提醒民众爱加补充水分，透中昼嘛尽量莫出门晒日，也若下晡出门就爱记得炸雨伞。记者戴阿选、曾俊佑台北报道。